第79回，兄逼弟曹植赋诗，直线熟刘封伏法。却说曹丕闻曹彰提兵而来，惊问众官。一人挺身而出，愿往折伏之。众视其人，乃谏议大夫贾逵也。曹丕大喜，即命贾逵前往。逵领命出城迎见曹彰。彰问曰：先王喜寿安在？逵正色而言曰：家有长子，国有储君，先王喜寿，非君侯之所宜问也。彰默然无语，乃与贾逵同入城。至宫门前，逵问曰：君侯此来，欲奔丧耶？欲征谓耶？彰曰：吾来奔丧，别无一心。逵曰：既无一心，何故带兵入城？彰即时斥退左右将士，只身入内，拜见曹丕。兄弟二人相抱大哭。曹彰将本部军马尽交与丕令张回鄢陵自守，张拜辞而去。于是曹丕安居王位，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，封贾诩为太尉，华歆为相国，王朗为御史大夫。大小官僚尽皆升赏。是曹操曰武王，葬于邺郡高陵，令于禁董治陵事。晋奉命到彼，只见陵屋中白粉壁上，图画关云长水掩七军擒获于禁之事，画云长俨然上座，庞德愤怒不屈，于禁拜伏于地，哀求起命之状。原来曹丕以于禁兵败被擒，不能死节，即降敌而复归，心比其为人，故先令人图画陵屋粉壁，故意使之往见以窥之。当下于禁见此画像，又羞又恼，气愤成病，不久而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30年来说旧交，可怜陵南不忠曹。智人未向心中事，画虎精从骨里苗。却说华歆奏曹丕曰：燕陵侯已交割军马，赴本国去了。临淄侯直、萧怀侯雄二人竟不来奔丧，理当问罪。丕从之，即分遣20往二楚问罪。不一日，萧怀使者回报，萧怀侯曹雄拒罪，自缢身死。丕令厚葬之，追赠萧怀王。又过了一日，临淄使者回报说，临淄侯日与丁仪兄弟二人酣饮，被慢无礼。闻使命至，临淄侯端坐不动。丁仪骂曰：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，被谗臣所阻。今王丧未远，便问罪于骨肉，何也？丁仪又曰：据吾主万事，自当成4大位，既反不得力。汝那庙堂之臣，何不是人才若此？临淄侯因怒斥武士，将臣乱棒打出。丕闻之，大怒，即令徐除灵虎卫军3000，火速至临淄，擒曹植等一干人来。楚奉命引军至临淄城。临淄守将拦阻，楚力斩之，直入城中，无一人敢当锋锐，进到府堂。只见曹植与丁仪等尽皆醉倒。楚皆扶之，载于车上，并将府下大小属官进行拿解邺郡，听候曹丕发落。丕下令先将丁仪等尽皆诛戮。丁仪字正礼，丁义字敬礼，沛国人，乃一时文士。及其被杀，人多袭之。却说曹丕之母卞氏听得曹雄一死，心甚悲伤。忽又闻曹植被擒，其党丁仪等已杀，大惊。即出殿召曹丕相见。丕见母出殿，慌来拜谒。卞氏哭谓丕曰：汝弟直平生嗜酒疏狂，盖因自恃胸中之财，故而放纵。如可念同胞之情，存其性命。吾置酒泉一名目。丕曰：儿亦深爱其财，安肯害他？今正欲借其性耳。母亲勿忧。便是洒泪而入。丕出偏殿，召曹植入见。华歆问曰：是来莫非太后劝殿下勿杀子建乎？丕曰：然。歆曰：子建怀才暴志，终非池中物，若不早除，必为后患。
批曰：吾命不为。辛曰：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，臣未深信。主上可召入，以才试之。若不能，即杀之；若果能，则贬之，以绝天下文人之口。批从之。须臾，曹植入见，惶恐伏拜请罪。批曰：吾与汝秦虽兄弟，亦属君臣。汝安敢恃才灭礼？昔先君在日，汝常以文章夸饰于人，吾深以汝必用他人代笔。吾今陷汝行七步吟诗一首，若果能，则免一死；若不能，则从重治罪，绝不孤恕。直曰：愿起题目。时殿上悬一水墨画，画着两只牛斗于土墙之下，一牛坠井而亡。批指画曰：即以此画为题。诗中不许犯着二牛墙下，一牛坠井死字样。直行七步，其诗已成。诗曰：两肉齐道横，头上戴凹骨。相遇游山下，歘起香堂图。二敌不惧刚，一肉卧土铺。非势力不如，盛气不泄臂。曹丕及群臣皆惊。丕又曰：七步成章，吾有以为耻。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？直曰：愿即命题。丕曰：吾与汝乃兄弟也，以此为题，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。直略不思索，即口占一首曰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